了解了你哋學會唔錯嘅難詞了後，你來進行閱讀測驗題背，問句理解嘅練習，請根據題目嘅知識，讀出最符合題目意思嘅答案，或者係最適當嘅詞彙當選題。你本身講會參加禮拜嘅活動，不過空格加密不平，就講我愛來的題目說，他本來說會參加這一次的活動，不過怎麼樣，他媽媽生病就說不來了。根據呢隻第二個意思，有四隻選項。第一隻腳尾就是腳跟，第二隻頭尾可以是開頭結尾，或是排頭排尾。第三隻頭尾就是跟隨後面。這三個選項套用到句子中，意思都不太對。我們來看第四隻包尾，就是後面最後的意思，意思對，不過包尾加密不平，不過最後他的母親生病，句子也通順，所以答案是4包尾。接下來樣第二題，你我空格成長道理，等錢有拿敗咧，再繼續來整理。這個房子先修理到這個進度就好，等錢夠了再來繼續整理。4個選項，我們來逐一帶入句子。你我包尾成長道理，等錢有拿敗咧，再繼續來整理。包尾有最後的意思，這個房子最後先整理到這個階段，等有錢再繼續整理。最後與先放在一起，十分矛盾不通順。例如，狗屎成長道理，狗屎有超過時效或成就過期的意思。這個房子超過時效，先整理到這個階段。這個房子成就過期了，先整理到這個階段。房子不是因為過時成就而不繼續整理。後面一句有說，等錢有拿敗咧，等錢夠了才能繼續整理，所以答案不對。例如，年前成長道理，年前現在的意思，這個房子現在先整理到這個階段，等錢有拿敗咧，再繼續來整理，通順合理。例如，臨尾成長道理，臨尾末尾接近尾聲的意思，等錢有拿敗咧，再繼續來整理，等有錢再繼續，不像是末尾接近尾聲，所以這個選項不合理。第二題嘅答案會先上年前